家即马敢有看到 PowerPoint？ 有。好，安尼。因为即个活动主要是按阿东病院，我是阿东的治疗师。即个活动就是想讲，即马职能治疗一直无一个较正式的台语的活动，也是台语的课程，所以我就想讲爱找张老师，就是来甲阮斗相共。张老师即马嘛是要出一本职能治疗的册，毋过就是安尼等，毋过今年的6月份，老师会先出一本长照台语，对无？老师安尼讲敢？长照台语。职能的迄个册吼，伫我的福建台语内底已经有7、8篇啊。伊一寡，嘿对。所以职能就要等恁啦，我职能就是要等恁啦，我等你们啦。麻烦大家，有兴趣的人，对，有兴趣做伙出册的人，会当先联络我，我是上华安尼。伫开始上课进前咧，爱麻烦大家就是帮我甲即个镜头拍开，我要来翕相一下。好麻烦大家。伟霆，你遐敢有法度看到大家的面？按阿东的同事麻烦一下，至少爱入镜头。若是一个手机啊，有足侪人嘛袂要紧，安尼嘛好嘛，无一定讲爱一人一个机啊安尼。我拢带阮爸爸去阿东病院看心脏内科，3个月等于看一摆，所以阿东我真熟。我妈妈5年前，我妈妈嘛是拢伫阿东咧看病，吼，阿东是离阮兜上近的大间病院啊。对啊，希望因为这个地缘的关系，会当请老师。老师，你面敢有法度出来？你敢有法度？我毋知咧，我敢若无法度，因为我嘛有入迄个镜头啊，敢若会使啊？你有看到无？有啊，我看到老师啊。好，真多谢。安尼你敢会使翕相？会使啊。好，安尼。会使。1、2、3。好 ，OK， 好，安尼按着来开始吼。敢会当上课啊？等者哦，看即马敢有我的讲义有伫点关。有，我有看到。请问即马12点几分？14分。好，安尼使，毋通去拖落，因为时间无济吼。好。我即马先甲咱遮个线上的学员讲吼，上化经历的即份讲义，我即马敢若会当甲写迄个专有名词、特别的名词，我甲恁教，甲你用单语做解说。其他咱电看吼，哪讲哪看吼。即马我开始来讲即个视觉失调症护理指导这篇哦，上化你会当刷去到一篇啊。视觉失调症护理指导。大家应该看有吼，无随时有问题就是会当就是问哦，会当举手嘛是会使出声，就是直接甲阮讲。就是讲，你若我咧解说即个词有问题，还是啥物要搁较清楚吼，你随时甲我讲，拢无要紧。时间是恁的，我是完全照大家意思来咧上课。来。我先拍开。视觉失调症，视觉失调症有啥物的镜头？下骹遮镜头，若继续有半年拢有即种镜头，嘛搁得爱需要专业的医师做诊断。第一就是幻觉，幻觉，这后摆恁讲到幻觉，单语就是讲做幻觉，就是会看到人别人感觉袂到、看袂到的物件。
啊，所以呢，伊有可能咱的病人，伊就是会介意安尼教一个茫茫渺渺的空间，也是教一个咱看袂到，伊伫遐咧甲伊讲话，也是咧大声咧甲伊骂，吼，也是家己伫遐细细念，吼，即种的，就是有幻觉，因为病人会甲咱讲，我即摆咧甲人讲话啊，我即摆咧甲对方讲话啊。啊，迄个人做歹啊，所以我得爱做大声啊，伊嘛甲我歹啊，吼，啊，咱边仔人拢感觉讲啊，足奇怪，你即摆是咧讲啥话？我若拢无影无食，你是咧讲啥物话？吼，这是咱的病人的一个特征、特征、特征、特别的表现、幻觉。专业是恁拢做专业的，我干那会当甲恁的专业的词用单语教互恁就好，啊，因为恁拢是。完全有受过训练，有 license 的即个技能师，所以恁比我搁较厉害，恁拢会当知影讲，到底即个病人伊即摆会抗战，就是他现在的那个程度。哦，对，即古足这人，即摆跟足这人咧讲啊哈，顺便教一下哈。即个咱的病吼是有迄个进程的，为迄个初啊开始。小可有镜头，啊，甲愈来愈严重，啊，足严重的啊，啊，严重甲吼，这真正有影无带影，还是啥物话吼？所以咱即马会当讲，即个病人伊的镜头已经是到啥物抗战啊？抗战到什么样子的阶段的吼？好像很早，即马这个单语足多人咧讲即个事啊吼，先说甲恁教一个安尼哦，幻觉。第二呢，梦想就是黑白想。伊头壳内底所想的，甲现实拢无共款，走进去。好，我们说中文说偏离了，不一样了，然后那个差很多。咱台语会当讲走精。哦，这个人最近的行为吼，讲话吼，那甲较早拢无共款，有够走精诶。哦，意思就是讲，他现在的状况跟以前很不一样。哦。以前可能是一个温良恭俭让，哦，做谦虚，做避暑，做客气，看到人拢笑头笑面，咧甲人小借问哈，莫讲拍招呼啊哈，拜托一下哈，拍招呼那是中文直翻哦，咧甲人小借问，这种的人，啊，即摆若变甲安尼，哦，可短短，一块结甲足大块，安尼拢无啥要甲人小借问，啊，甲问嘛袂应，哦，即摆即个人是安怎，那会遮走精？好，我们台语。你若拄着即种人咧讲话，你就知影人咧讲啥物话。因为咱即马线上的咱遮的同学吼，遮的治疗的人员吼，歹势，因为恁的程度单一程度是安怎，我都毋知影。吼，我只能依这一份讲义这样子的来做解释啊。如果你现在觉得你感觉讲啊，老师我无讲足清楚，你会当讲更较详细无 ？OK， 没有问题。好，这两个词我即马讲到遮吼。你有需要我搁教即个词内底解说，讲啊足清楚，互恁听无？还是安尼就会当过？我问恁，幻觉甲梦想，安尼会使吼？好，来第三个，错乱的言语。我们上话给的这一份资料的中文错乱的言语，好啊，台语咱要安怎讲呢？吼，就是对方即个人咧讲话。足奇怪，起起倒倒，过来，你咧甲问啥？你讲东，伊甲你应西；你咧讲天，伊咧甲你讲地。就是你咧讲啥，伊无咧听，啊，照伊的意思咧讲话，啊，你就感觉讲足奇怪。我即马咧甲你讲治疗，也是咧甲你问讲，你即两天的情形安怎？结果你咧甲我讲，哦。我想要来美国，我感觉美国是一个足水的国家。日本嘛袂歹。恁感觉咱来日本较，还是去美国较好？奇怪，我都无咧甲你讲这。啊，你若安尼讲甲安尼，遮尔啊离经，吼离谱吼离经，那你遮尔啊离经，啊根本你都无咧针对我讲的话咧甲我应，吼就错乱的言语，安尼吼。过来，第四，错乱也是怪异的行为，就是。伊的行为，伊做的伊即摆咧做的代志，吼，举止行动，吼，看是啉茶，也是讲我即摆天气足热，我要来吹电风，我要来切寒，也是讲我即摆咧甲你讲话，我摕物件要互你看吼，这种叫做行为，行为很多种。然后呢，伊的行为，伊做出来代志，
拢甲咱即马要甲伊讲诶，拢无共款，失常无正常，过来，搁较严重诶，就是足奇怪，吼，无得靠咱即马咧甲伊讲话诶时阵，对方即个病患是。甲你拉稀拉稀伫遐咧，伊嘛无要甲你应，就咧，安尼，我毋知影，反正有真侪人有真侪款足奇怪行为，安尼，吼，其他第五，其他就是佫会出现着讲，即个病人咧甲你讲话一点仔表情都无，欢喜、悲伤，啥物，还是疑问，还是我有问题。伊拢完全无迄种诶表情，规个面是安尼白，吼，一个面安尼，完全拢无动静。你嘛毋知讲伊即马到底是安怎？哦，就安尼，即种诶台语足歹形容诶哦。但是你中文讲面无表情吼，我用台语甲你讲就是，伊诶面拢无表情，无欢喜甲快乐，无悲伤甲悲哀，拢无安尼哦。感情平淡没有起伏哈，这句意思是咧讲吼，情感吼，就是讲伊的感情袂当表现出来，欢喜、爱、爱，伊嘛无法度讲，伊嘛无法度互你感觉讲，即马即个人对这伊做兴趣听我讲话，还是伊今仔心情安怎，拢无，因为伊就是无法度甲伊的迄个感情情绪表达，互你知。生活当然伊会愈来愈倒球，啥物叫做倒球？就是。今仔日天气真好，无你嘛出去外口行行咧。咱在公园散步好无？无反应，无啊。我就想要住伫厝内底，我就想要伫厝内底。我伫厝内敢毋好？我敢袂使？我敢袂当讲伫厝内？你管我遮尔济要创啥物货？哦，然后伊也无想要去甲外口诶社会有接接，有出去外口看。无共款的风景，还是坐公车，还是出去买物件，无啊？我感觉讲我踮厝就好，哦，会愈来愈揪伫厝内，会愈来愈毋敢甲人计较，毋敢甲人讲话，看到人会揪会惊，吼，想要咪起安尼，吼，这是视觉失调症，互你的指导，吼，这个讲义安尼会使无？有问题无？我即摆咧甲恁问呢，大家。老师，我要问迄个触幻觉，就是直翻就好。迄个触幻觉，触接触，接触个触，毋对哦，触，讲触幻觉，触幻觉，迄个丢啊触啊，迄个触，迄个音，触幻觉。我即马我感觉我会当甲恁问一下哦，无恁若无甲我讲台语对话吼，我完全毋知讲线上的学员哦，恁的台语程度安怎吼？佩奇，廖佩奇，你有伫诶嘛吼？佩奇，廖佩奇，哦，佩奇你有举手啊吼？佩奇，你讲台语有啥物困难？有拄着啥物困难？佩奇，你会当开麦克风？老师，伊无麦克，伊无麦克哦。安尼玉洁咧，吴玉洁，你有麦克无？你会当讲一下无？我有，我有。你拄着台语有啥物困难？哦，就是讲有时阵吼，我平常时台语拢会使，但是若讲有一寡吼，较道地无，道地迄种台语我就较袂晓。要讲迄个较土话，较迄个短对，吼，较正当的台语吼，你有困难吼，你会当举例互我听看觅无？譬如讲。就是像讲有时阵甲病人吼，伫咧台工啊，伊讲话时阵吼，有时就是你讲一寡较土话，我都听无，我都毋知迄啥物意思，我可能都爱搁甲伊问一解安尼啦。你会当搁甲问，伊会当甲你应，安尼你就无问题啊，你就拢解决啊。对，安尼。你的台语讲啊足好诶呢，你的台语讲啊足好。伫我诶认知内底吼，我讲学了讲伊台语讲啊足好诶吼，一定要有一个条件，就是第一。伊咧讲台语足顺诶，你有。第一，你有讲台语的开口，这一点是所有
跟我学台语的学生最难做到的，你有，你哦，本来就有。多谢，你有谢谢，讲台语多谢多谢。的开口，这种物哦，件，这叫做语感，这叫做台语的语嘿，感。有甲无吼，我听我就随知。我的学哦生很少有人有这种台语的语感，哦啊，你是真正有的哦。好，所以哦，我讲感第一，谢感谢。你的台语讲啊袂歹，你有顺。第二，你有迄个台语的迄个开口，很哦好，搁继续哦加油哦。下摆咱若哦，搁多有机会谢多谢。上课吼，我希望会嘿，当看到你搁加进步。哦，袂歹袂歹，一绝，讲啊真好。哦，多谢啊，多谢。那个，哎，免安尼讲，庆莹呢？吴庆莹呢？你有麦克无？吴庆莹，你有麦克无？敢若无。然后那个刘冠显，你有麦克无？冠显，你有麦克无？足侪人拢无麦克。好，安尼我搁继续上课啊。来，咱迄个上话，梦想景，互你记得。啊，我今仔日无早迄个老人目镜出，所以我等下无够目镜，我照都看。好，来，梦想景，互你记得吼。什么是梦想景？一个人伊若出现甲现实生活相关联的物件，譬如讲，伊感觉讲伊互对，拢有人咧甲对，哦，我后壁拢有人咧甲对，我足危险的，我足恐怖的，吼，啊，佫有人甲伊下毒，迄种伊是继续的哦，毋是讲足久才出现一摆哦，是差不多定都拢甲你哀讲哦，有人咧甲我对，有歹人，我身躯边就是有歹人，也是讲。我讲哦，有人要害我哦，要我死哦！我这物件内底有毒药哦！我甲你讲，我逐工拢有感觉哦，真正，我甲你讲，我足恐怖的哦！吼啊，那这种，种连续一直甲你爱，甲你讲这物件，吼啊，别人甲讲无啦，你黑白想啦，啥物人咧甲你对，啊，你后壁也无人，毋是？我甲你讲，真正是你毋知尔吼。若别人甲解说，伊拢听袂落。我是对的，我红对，红对人是我呢，所以我甲你讲哦，真正是有人要害我哦。吼啊，咱安怎甲解说，伊都拢无法度接受，伊拢讲你毋知啦，毋是你啦，吼，恁爸讲的我拢听袂落啦，吼，安尼，即种的病差不多会伫中年甲较侪岁的时阵会发作，会发生，会得到即个病，差不多40岁到55岁。啊，查某人比查甫的佫较有可能会得到即个病。我讲到遮吼，我一定要特别甲恁交代一件代志：男女伫台语来讲，查甫人、查某人、查某囡仔，莫讲查某。伫台语，查某即个音真粗鲁。好，我举例说明。你有看到无？遐有一个查某呢？哦，迄个查某，我讲台语若安尼出来吼，那个语气拢袂讲真水，嘛袂讲真温柔。再有一个查某人啊，即个查某人像我即个年岁，恁若讲看到我吼，毋知我啥物人啊？遐有一个查某人坐伫遐，安尼就对了，安尼就对了。啊是较少年的，遐有一个查某囡仔，很好，非常好。安尼是正确的讲话，千万毋通看到女性就讲，遐有一个查某，遐有一个查某。我讲查某即个音吼，真正伫台语是比较粗鲁，真的以后不要这么讲，一定要讲查甫人、查某人、查某囡仔。哦，安尼讲的会足客气、足斯文吼。好，来，咱即马下骹吼，梦想情的分类，定有看到的，第一就是真爱梦想情。伊别人会感觉讲，我即马甲人咧恋爱，有一个人足爱我的，爱我爱到特别死，伊拢咧关心我，拢咧照顾我，拢秘伫边仔咧甲我偷看。我甲你讲，真正有人咧爱我哦，你毋知吼？我知，我拢感觉会到，伊用迄种迄落，迄种迄哦，做有感情迄种的眼光咧看我。我实在是足幸福的，因为我互人咧甲我爱，哦，了解吼，梦想情即种的吼。啊，当然啦，伊嘛有可能是感觉讲是影册啦、名册啦，啥物有名的人啦吼。我到即嘛是无听到讲有人迄落讲学摊的咧爱我，学摊的应该嘛袂啦吼，学摊的就是大姑啦吼，应该是袂想到遮尔严重着啦吼。好，所以嘛，
所以嘛，所以咱有真侪迄个偶像，咱遐迄个大歌星、大影星，拢有迄种迷种吼。我现在顺便跟你们讲哈，那个上话迷种、迷种，你有伫台语界看到这两字无？上话，上话你不见了吗？是我用两个机啊，所以错乱去。好，我有你讲听到迷种，我知。迷种。好，你讲咱线上的同学讲迷种是啥物意思？因为你有咧插台语界的代志，就是粉丝。迷种呀，就是粉丝页安尼。迷种呀，迷种。好。上话你为呾看到迷种这两字？嘛是拢伫面册顶悬。面册顶悬哦，有人讲这就是啥物人的迷种呀，对不对？对。好，你敢知这个事啥物人创的？唔知。我来问你，你想是啥物人创？老师。对，老师。这就是迷种这两字的妈妈，我就是迷种这两个字的妈妈。我伫台语界内底这两字我创出来了后哈，全部台语界全面接受。这两字写哪来？你读到我讲 fans 嘛，对不对？好，中文怎么翻？fans 的中文怎么翻？粉丝。对，粉丝。好，民国104年，唔对，114年，104，104年，台视公司请我做台视台语新闻的台语记者。我的徒弟因常常拢爱报迄个台语新闻内底有报道那个粉丝，因甲我讲老师，粉丝台语要来讲，粉丝哦，我讲透抽较好食，软丝啊，你这么一个透抽较好食，安尼我当然袂当接受，所以我就甲 fans 这个英语的意思，我直接翻成台语，我不会经过中文，你要了解。然后呢，它就是一个广大群众对迄个 idol 的迄个着迷跟那个被他吸引然后呢，咱有观众有听众有影迷啥物货，所以我就甲设做迷众。这集为外徒弟主播台语播出去以后，整个台语界全部都接受，所以我今麦郑重甲您介绍，恁后摆若个看到迷众这两个台语字他的妈妈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我拢感觉讲我会当创一个新的台语词规个台语界拢接受哇，实在是想咧心情介好。好，你上话你知影有听到啊迷中这两个字你以后你真的要知道就是我设出来的台语字会当写甲规个台语界拢接受，无简单过来，自带梦想型的这个自带就是家己认为家己真高真晓摆真正有影世间通世间我上大，通世间我上厉害这个顶港有名声，下港有出名，金光强强滚我啥物都有够够的要讲文的我都出够成章，讲武的我会当安怎上关山上关山脚踏南山兵滚打北海高粱真正我拢无准备，我嘛我都去上这种课，因为较早我都会看伤济。好就这种人伊家己上敖啦这叫做自带梦想梦想就是家己感觉真晓摆啥物拢对，啥物拢伊上敖，啥物拢伊上对，啥物拢伊上知影安尼老师，我想要问你讲自带是安怎？毋是自大？因为这样文音，这是一个专有名词。主呆那个呆是那个文音，因为这是专有名词，用主呆主大做奇怪，主大是北威。专有名词一般来讲用文音念比较漂亮。安尼知无？好。咱咧讲骄傲拢人讲骄傲，我会讲这个单语嘛，其实嘛做无水嘛，尽量莫用什么骄傲啦得家己认为家己真晓摆啦家己拢感觉讲足够的用单语安尼讲就会使啦一个骄傲这个台语词真的很奇怪过来就安尼你这个举例说明讲相信家己有来自生命的特殊的消息
歹势，这我因为我对这我无了解，我嘛无研究吼，是毋是讲有诶人会讲哦，我是神明诶迄个替身，神明有甲我托梦，还是神明有甲我拍，甲我讲吼，这着爱安尼吼，这可能就是咧讲这啦吼，这甲宗教比较有关系吼，好，再来第三，那个嫉妒妄想型的是万斗梦想吼。万道梦想，嫉妒就是万道吼，这是一种吼足无好的思想，一种足毋好的。伊真高万道，万道咱单语有真侪种讲法吼，我详细解说哈。万道两字，万道啊，单语万道会当解说啥物？敖食醋，很会吃醋，敖食醋，对啊，单语嘛是讲食醋哦。啊，过来，伊会感觉讲吼，我怀疑。有人咧甲我抢我诶男朋友，还是咧甲我抢我诶女朋友？我有情敌，我有迄种感情上诶敌人，吼，有迄种感情上甲我真袂对同，互我足讨厌诶人，吼，查甫甲查某拢有。安尼，万道即个词，简单讲，你讲万道，单语人拢听有，吼，敖食醋，吼，认为讲别人要抢我诶男女朋友，吼，这拢是，就是即个意思，会当用单语来解说，意思拢包含在内，吼，来，我看恁顶头解说吼，伊会想讲我家己诶迄个牵手吼，配偶吼，配偶咱单语讲牵手吼，牵手。一般人拢想讲牵手就是查某太太叫做牵手，没有，牵手是查甫嘛当查某，某诶牵手就是翁诶牵手就是某，吼，牵手是不分男女的哦，吼，因为过去咱北部族诶风俗就是一个查甫诶甲一个查某诶，两个人若有意爱要做翁某，就是两个人手牵手，所以延续下来，咱即马讲的牵手就是配偶，那配偶。我是查某，我牵阮翁的手，伊当然伊就是我的牵手啊。哦，翁牵某的手，某就是伊的牵手，安尼听有吼？这个一定要解释清楚哦，吼。过来，家己的牵手也是爱人吼，有搁去甲别人斗阵吼，所以伊毋是专爱我一个人啊。哦。公开叫你这样，不会采取一些方法，请私家侦探来取得不忠的证据。哦，我知你讲啥话，就是讲哦，伊头壳内底吼，咱即马讲头壳内底吼，咱等于会讲心肝哦，心肝安尼想啊吼，然后头壳安尼想，我的心肝安尼想，哦，我心肝头咧想吼，伊一定伫外口有甲人咧斗阵，绝对，我敢保证，吼啊。伊也袂想讲哦，我先来探查看觅，我先来探听看觅，我先来调查看觅。反正伊头壳内底已经着安尼想啊，所以呢，我感觉这是真诶。证据咧，毋免证据，我知影，一定是真诶。伊绝对伫外口有去交别个人，我敢甲你保证。啊，你无证据，你要甲人讲啥？你无证据，你哪会使安尼黑白讲？毋免。我甲你讲，我就是知影。你看，伊即马拢较换转来，即马拢穿水水，绝对有问题。吼，这大概就是讲这个啊。所以已经万道嘛，万道是一种足痛苦的代志呢。我即马坐伫阮兜，阮人走一对，敢有去上班？反正伊无去上班咯，伊敢会？走去甲迄个查某，甲迄个在即马讲查某就会使，因为他在恨他甲迄个查某咧斗阵我甲你讲，绝对是。我讲，伊即马拢已经几点钟无敲电话转来互我甲你讲，一定是安尼就开始想啊，因为万斗嘛，这个是有嫉妒的成分在，迄种的情绪，万斗。因为阮都互伊心肝袂清啊，互伊心肝结规球啊，互伊安尼坐落吼，正嘛毋是，倒嘛毋是，人拢袂清爽，人拢袂爽快。因为安怎，我心肝头就敢若想讲，阮翁即马毋知伫对，毋知有甲别个查某咧斗阵无，伊毋知有去找查某。所以我跟你讲，查某这个词不能随便乱用就是伫遮安尼啊好，头拄就是咧讲这第三项。老师即马40分哦。安尼种。
线上同迄学，民厝会当先啊解说，我感觉应该是毋免伤解说了紧，没啦，因为好啦好啦，大家可能用验的知影。倒啊，用验的倒啊，好啦好。那个认识躁郁症，速度较紧。先忧郁。好，来，这我有抄起。好啦，我看这个来。认识忧郁症哈，来那个忧郁症的造物须知来，第一忧郁症，忧郁症，第二郁卒，这应该免讲，差不多台湾人这个郁卒拢会晓讲。凝心郁卒甲凝心，大概意思是差不多，但是凝心比郁卒搁较严重。搁较严重，郁卒是我有一个代志郁伫我心肝头，互我人袂清爽，人袂春风。郁咧，凝心又不一样哦，是有一种物件，有一件代志，有一个互伊足艰苦的，已经凝起来啊，吼，凝固起来，凝起来，已经是化袂开啊，一个足重的，咱目睭看袂到，但是对迄个病患来讲，是一个足重的物件缀伫伊的心肝头，安尼，互伊飞袂开，放袂落，迄是已经躯体变成实体的这种感受了，哈。再来，心理因素，心理因素，社会环境，社会环境。好，来食欲，这个一定要解释哈。你讲胃口，有人讲食欲好的是胃口好，食欲歹的是胃口歹。好，同意，这个可以，这个可以。好，啊，你今仔日胃口好无？有想要食饭无？食会落无？好啊，胃口好甲胃口歹。好，那喙道，喙道这个哈，我必须特别解释一下，伊甲胃口小可无共。喙道就是讲，这个囡仔喙道真好。这个囡仔喙道无好，甲这个囡仔胃口好，甲这个囡仔胃口无好有差别的哦。喙道就是讲哦，他不挑食，伊足好饲的。这个囡仔喙道足好，有够好饲。台语会安尼讲，就是讲你互伊食鱼、食肉、食菜、食迄个红仁仁，红仁仁就是迄个红菜头，哦，也是食迄个鸡仔年，也是食迄个大肠啊，啥物伊拢无紧，伊喙道足好。你煮啥，伊就食啥。有鸡肉伊嘛食，有鱼嘛食，啊有迄个猪肉伊嘛食，啊有菜啥物伊拢食，伊拢无紧，迄叫做喙道真好哦。那胃口好跟喙道不等同哦。胃口好不好，胃口有好甲无好是，我即马食会落无？我会当食一碗无？我会当食2碗无？还是我一喙都食袂落，叫做胃口歹？这样解释你们听得懂吗？它有差别的哦，它有差别的哦。好，再来，失眠。失眠、无眠、无眠、入眠、入眠、困。其实单语别讲入眠啦，爱讲困落眠、落眠啦。落眠就是我睡得很熟很熟，好，所以后摆你若拄着病人甲你哀讲哦，哎哟，我甲你讲，我拢困袂去啦，我真正拢困袂去，我一天到天哦，没这讲唔对，我目睭金金吼到天光啦，我真正足艰苦的啦，我拢困袂落眠。好，困袂落眠，他在跟你讲什么？他有睡，但是不能熟睡。好，我简单这么跟你们讲，困袂落眠这4字，伫单语就是伊有困，但是慢点就起来放尿，慢点就搁安尼搁精神一下，啊，再搁伫眠床顶搁倒咧，搁困去，慢点就搁精神啊。即马讲我啦，我现在的状况就是安尼啦，我即马状况就是安尼啦。我拢困会去，但是呢，我都那困会眠的，啊2点钟就搁精神一摆。吼，嘛无一定我爱去便所，但是着精神一下，啊，搁倒眠床顶搁倒咧，倒，搁困去，自然着搁困去哦。困去了呢，搁2点钟我着搁精神啊，搁起来搁看者，即马几点？哦，手机啊摕起来，几点？搁困去，安尼。所以我啦，即马我咧讲我吼，我困袂落眠，就是我没有办法熟睡，就是我一暝拢会精神几啊摆。但是我是困会去的哦，只是说我的睡眠不到深层，安尼尔哈。好，再来嗜睡哦，嗜睡的时候，我最想要困的，
我规工软哥哥，我规工人神神。这个嗜睡不是在晚上哦，在白天哦，白天哦，你是哦，就是我这是我像我即马吼，我即马已经得要12:50啊。哦，我哪有嗜睡，我哪会想要困，我哪会人神神。我为下早7点起来，开电脑，把这个资料准备好，啊，搁印一寡物件。到我搁去洗身躯，啊，搁准备食早顿。早顿食了，我衫换换咧，我着爱搁去坐运，啊，才去北医上课。上2点钟了，我随搁赶过来，阮迄落看领域中心，才准备要甲你上课。我哪会想讲我人先生，我软哥哥，我想要我就爱困了，我困一下，不会，我白天不会嗜睡。安尼知哦？嗜睡指的是白天，不是晚上。安尼，永暗时你困得好啊，我也无甲你讲，叫你永暗时着爱加班啊。安尼知影吼？所以嗜睡这个物件吼，咱伫台语讲就是讲，人先生软哥哥无精神，足想要困，卡袂着的。我困一下啦，我迷一下啦，我倒一下啦，我退一下，安尼，好，解释就是这样子。好，过来，无价值观，无价值感，罪恶感。无价值感、罪恶感，好，这敢若看字你就知影意思啊嘛。哦，是，这拢是人的情绪，伊咧家己咧想足侪物件，伊有即种的偏向，伊有即种的念头，有即种的看法，有即种会互伊足苦恼的感觉，讲啊，阮兜就是因为阮妈妈就是因为生我，阮兜才会愈来愈歹，啊，阮爸爸才会安怎去，啊，所以这拢是我的毋对，这拢是我的罪吼，即种人嘛有啊，吼，过来自杀的意念，有想要自杀，有想要自杀，躁郁症、忧郁症即种的人，啊，搁有自杀的企图，就是有想要自杀，头壳内底有想要自杀的行为，有想要去做即件代志。安尼，我会当甲大家讲吼，那个躁郁症吼、躁郁症吼，我有一个学生就是即个镜头。恁讲的这教我学生的镜头，阮学生讲我听拢共款。伊甲我讲，老师，我若发作的时阵吼，我拢困袂去，3天3暝、4天4暝拢困袂去。啊，我讲啊，你困袂去，你咧创啥？拍电脑做工课，啊，就坐也坐袂牢哦，拢无法度困哦。这我学生甲我讲，所以伊那个病一发作，一定要强制治疗，食药啊，安尼。因为我学生有即个病，伊捌讲我听过，所以我才会当体会。因为迄学生足乖足好，吼。过来心理智能治疗吼，即个躁郁症，吼，咱即马你会当对我念一摆吼，躁郁症。后摆人若甲你讲忧郁症、躁郁症，啊，你就会晓讲。好，过来情绪高昂就是啥物？就是中文叫做很嗨，啊，咱台语要哪讲？就是吼，规工拢坐袂牢，精神有够好，万领要去创啥？万领要去创啥？哦，万领我要来运动，万领我要来踅街，万领我要来买物件，啊，买物件我买足济，即项嘛好，迄项嘛好，迄项嘛好，拢控制袂牢，情绪高昂。你看伊，吼。有够欢喜哦！我感觉吼，我今仔天气做赞吼啊！咱是毋是确定来创啥物货啊？拜托啦，家陪我去啦，安怎啦？啊这，好来，情绪低落，就是心情无好，看起来人软软。你要叫伊去创啥物货？啊，莫啦，无爱啦，莫催我啦，无爱，我无想要去啦，无爱啦，无爱，无咱来食饭，你巴肚会枵啊？免啦，我无想要食啦，我有怎都食袂落安尼吼。我这样形容你们听得懂吗？上话现在几分了？即摆50分。我想讲，因为嗯搁有一半是福建的朋友，啊无等一个先来讲这个父母好无？好啊，那你就开父母了。老师，父母迄两字我唔知要安怎。父母啊。罗马平父母。哎呀，我的课本内底不是有，我不是有课本给你吗？一定诶。你是为课本内底找出来的？去找。这是为课本找出来的。你即马是要你们那个资治师党，你是要按我念一摆，还是安怎？我把我的课本念一次，是怎么样？我想讲，
就是念一摆好啊，因为引导其实大家无引导，看到相好，片来，来，你开到那个什么时间爱请挂户不？那边啊，好，因为这个我有好，你有拍照片哈。有来，好，有哈，好来，啊你线上同学恁看得到无？安尼有清楚无？有有哈。哦，我这样讲张开哈，你老熟悉张开哈，你给他团化一下哈，团为一个安尼哈。张开先生，老师跟你见过面呐啊，拜托你要帮忙做职能治疗的台语啊。张开先生，我再跟你呼唤一下哈。啊，我知伊咧读博士做无用的啦，我会当理解啦。伊这个人真正是做活跳的哈，很活泼哈。做活跳的人哈，希望我们职能界帮忙啦，把职能台语做出来了哈。来，我即马甲规个拢讲一摆，恁听哦，念一摆哦。好，来，什么时间爱穿挂护帽？第一，徛碗护帽，主要是暗时咧困穿起来，精神起床就躺落来，做工课袂当穿护帽。第二，长形对将护帽。主要是暗时咧困爱穿，透早起来爱脱掉，做工课袂当穿护帽。第三，功能性护帽，针对肉筋着伤的患者，洗身躯爱摕掉，其他时间爱穿咧，差不多穿4到6礼拜。针对手的筋膜慢伤炎的患者，爱伫暗时困的时阵穿起来。透早起来脱掉。第四，吊地形底骹固定护帽，这是暗时困的时阵穿起来爱脱掉。穿挂的方式要安怎穿护帽？徛碗护帽空爱甲手掌虎口对齐，挂起嚟了后，先甲中的带仔连起来，互手腕甲护帽会当真密。再搁甲顶下边的带仔连起来，咱咧穿护帽会当用黏带调整严冷，袂当伤冷也是伤严，安尼固定的效果较好，嘛袂缩着血管。护帽变乌，胆会当洗。护帽垃圾变乌，会当甲带仔摕落来，用淡薄仔拭，也是用冷水洗。千万唔通用烧水洗，若无会变形，嘛会当直接用酒精消毒，拭干才搁穿就好。好，上尾几分钟要教啥来？你开，我就教。我想要问迄个队长是队长，对将甲对将，队长，手将，一般我拢讲手将。手将，啊，伊这是队长，好。佫有啥物问题？我坦白甲恁讲啦吼，智能治疗这部分吼，实在是非常专业。一般我毋知影讲线上的咱遮的智能师，恁咧甲阿公阿嬷用台语咧指导因，要甲因讲讲穿护帽啦，还是迄个骹手要安怎对恁做动作吼？我相信讲若袂晓讲台语的人，也是台语程度较有空间进步的人吼，应该是会感觉足大的问题，因为你表达的能力无法度互对方，互这阿公阿嬷讲知影讲我即马我的智能师是咧讲啥物话。我相信讲我今仔日其实我要做这本册，嘛是为着讲要互我的学生，因会当去到现场，要讲到这部分的时阵，真正有法度。上无嘛，我有我这本册会当做参考，咱册内底找，听老师的音档，安尼学起来。基本上我是为着安尼才做这本册，嘿。老师，我问一个标题啦，就是迄手术后肺部扩张治疗，迄要安怎念？对，对。伫
我即摆是用翕相的，就是无放哦，你翕伫迄起，我讲义看，顶管。因为我目睭安尼上细字，我目睭看袂着，我目睭差不多爱去开刀啊，哦，白内障，我目差不多爱开刀啊，白内障。安尼手术后，你用中文讲，手术手后术后，肺扩翕张治翕疗，翕，可以吗？翕，国中治疗会到，扩张是开国中，扩张嘿，治疗会到。治疗未到。安尼，我想讲后壁佫有5分钟，就是咱伫线顶的朋友，敢有想要先提出来问看卖无？就是时间留互大家安尼。我真正最爱听恁讲台语的，上台语课袂使拢老师讲的，一定爱恁要有回应的，也是，对，那个成瘾症哈，啊，太好了，我要想到解释一下哈，食毒、啉酒、食薰，任何一种的迄个耍的嘛好，行为嘛好，拢有可能有成瘾症哈。啊，成瘾这个物件，台语要安怎讲？要安怎讲哈？啊，第一，食薰食调咧，啉酒啉调咧，上瘾了。耍手机啊，耍调咧，手机上瘾症。好，食调咧，啉调咧，耍调咧，调咧，这个就是成瘾上瘾。老师，迄个调就是坐牢的牢，对吧？华语字。对的。食调咧，吼，这个人偌匪类咧，你都唔知影。迄自少年就拢食毒，食甲食调咧，拢改袂起来。吼，啊，过来，啊，这个吼，因翁有够毋食囝，是安怎讲？拢无咧顾家庭，趁的钱拢去啉酒，啉啊啉调咧，日啊啉，暝啊啉，啊啉啊叫若酒空共款。哦，咱台语人就是安尼讲话，足歹势吼，我无法度讲现场安尼甲恁上课，所以我其实用手机上课是我上无介意的一种教学方式。因为第一，我看袂着逐个；第二，恁的发音我无法度随时甲恁纠正，就是一定有人会甲我讲，老师即句我都袂晓讲，我到底我讲对讲毋对？你现场甲我讲，我随时甲你讲对甲毋对，啊，若毋对我就甲你教正确。这是我感觉讲教语言一种一定爱有的迄种的条件，足歹势，有够歹势，真正我用手机甲你上课，我家己内心实在是做袂得过，嘿，有够歹势。过来，老师多谢这机会困。我今仔日买一件新衫，你若无看到我穿新衫，我足可惜的啊！老师你我开钱买一件新衫啊，无就恁看袂到，哎呀，真正有影，时间差不多啊啦吼，希望后摆阁有机会会当甲大家见面吼，真诶，因为台语要学台语，毋是一时三刻，你今仔日讲安尼1点钟、2点钟安尼，就会当简单解决吼。我上尾我讲一件故事互恁听，2分钟就学。我伫马街医学院马街医学院为8月初改做马街医学大学。我有一个学生是迄个听语系，嘛是甲恁共款，拢迄个福建系统的。伊第一天上课，我就甲伊讲，恁一定要开喙讲台语。你甲我讲，老师，你讲的台语我听有，无代表你也要讲。我强力要求你一定要讲台语，一定要开口跟我讲台语。好啊，我当然设计真侪活动。伊学生甲我讲，伊讲老师，其实我足担的呢，我足惊的，我到底我有进步无？老师，你逐礼拜拢学了讲我有进步，毋过我就是无信心呢，吼。然后学期末伊写心得报告甲我讲，老师，我甲你讲，我住伫淡水，我伫淡水的捷运站，有一天我伫遐食饭的时阵，有一个阿婆仔过来甲我讲，小姐。这个物件你会当甲我看一下无？我都毋知影这批到底是啥物代志。哎呀，我足惊讲阮囝有欠人钱吼，我毋知影到底阮囝有欠人无，我足烦恼的。小姐，你甲我看一下好无？我学生讲，伊就甲摕过来，阿嬷吼，来我甲你看吼，然后呢，阿嬷伊就一张批甲看，阿嬷无要紧啦，这无代志啦，这甲恁囝拢无关系。吼，是安尼哦，哎哟，小姐，足多谢你呢。我甲你讲哦，我拢找无会晓讲台语的人来甲我看这代志，足多谢你哦。安尼我放心啊，我要来买菜啊，哈，淡水捷运站的对面遐就一个菜市啊。我学生甲我讲，老师，
我当下才发现，原来我从头到尾都跟阿嬷讲台语。他讲台语，我开口就跟他用台语应对。老师就得下你强力的逼我开口讲台语，原来我有能力的。这张批我拢放伫我的拖仔内底，不管是拢咧鼓励讲，我会当坚持做台语老师这条路，我坚持落去是因为我真正爱帮他们学生去学台语。好，还有啥物问题无？安尼，多谢老师，真正就多哦，谢。那教无好，请大家多多包涵，歹势歹势。袂，就是因为是线顶课程啦，就是有一寡所在可能无法度讲得清楚，毋过老师是啦，做歹势，就愿意分享安尼啊，就是麻烦大家会当填即个伫即摆荧幕顶悬的即个 QR code，啊，若是有问题，荧幕顶悬。荧幕好，就是搁麻烦大家填者啊，若是有需要买老师的册。嘛会使 email 互我，也是我顶悬其实迄讲义拢有放，啊会使家己就是有需要就甲老师联络安尼。好，安尼我要下课，我要来食饭啊！哦，好，麻烦大家，多谢，好，再会，老师多谢，好，老师多谢，再会。好，多谢大家，多谢大家。